了。哈，什么酷水聊聊？真的呢。等下，你莫看安尼哦，对空气安尼，阮船长是咧练魔术，所以呢，等下爱做期待，爱将声甲出来。哈，魔术。是啊。船长想要教你多才多艺，竟会晓魔术。无唔对，你想要看这种世界级的魔术，哎呦，是真无简单的。竟然想要看，你是对倒位来？先把名仔报起来。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中信556队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李武瑞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吴海信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李培基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陈奕阳。陈奕阳。是安那叫做5566？因为阮这个队内底有2个5年仔，2个6年仔的。安尼哦，5年啊，野手，6年啊。就溜的呢。哎呦，5566，刚才唔是2年啊？ 2年啊。袂变266队。哦，无紧。你有想要来看魔术？魔术，你敢有想要看魔术？收。我就要变互恁看卖。来，我即马要甲金色的水变成透明无色的水。好。好，来，这好你。看好哦。好。目睭千万唔通闭起来。好，真正仔细聊聊。你这下胡啊是无？好，来哦。敢有人要切看卖？嘿。好，叶勇来，你切看卖。啊，不过你心内念讲透明的水，透明的水，透明的水，安尼啊，好。大声讲出来。来，开水。你讲透明的水。透明的水。哦。泼上水是透明的水。哈哈哈。看有较真足的。有啊。是毋一个切过就透明的水啊？真的呢。有够厉害哦！哪这厉害啦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氧化还原反应，伊就是化学的反应。哦。因为这就是该带电的元素变成无带电的元素，就变成透明的。其实头先这罐水内底有滴一寡油电的水，油电。哦。滴入去就变金色的嘛。啊，你若是要甲伊变成透明无色的水，你就加一寡维他命 C 入去。啊，切的，伊就变透明。哦。好，啊，你平常时你下敢有做过啥物实验？有，什么实验？就是先甲烧水放伫下骹，啊，顶悬放冷水。嘿。那啊，甲中的棒仔抽掉，伊烧水就会去叮零。是讲迄落烧气、冷气伫遐对流迄种感觉。嘿。哦。热气上升。热气上升，因为烧气是往顶悬的嘛，因为冷气是往下骹吹的嘛。啊，恁其他个有人做过啥物实验无？我有，嘿。你有？就是吼，以前老师有甲咱教用迄柠檬汁有无？啊吼，写咧纸顶头，啊写了是毋是就打去啊嘛？啊你吼想要知影讲这内底写啥摕火去烘啊？啊伊迄字就走出来。是哦。敢若捌听过吼。你拢有算过？我搁有算别项因为的。我有读册。我嘛有读过册。是啊，迄船长你魔术嘛变了，我嘛看了，阮差不多会当摕补充啊吼。哈？你毋是专工要来看魔术的？毋是，阮来遮是互你逼的，逼你看你的魔术。安尼哦。我跟你讲，讲到魔术，我最近吼练一个魔术，足厉害，会当甲人变武器。这变武器，这招真厉害呢！真好，什么真好？会变哪变？你讲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吼，我用我的双手吼，甲你拍到你离开这个世界，看我厉害！你较冷静诶，伊最近拢无啥冷静。咱若无摕补助，咱可能会危险。好，煞。安尼，互恁陪着我做，吼，冷静两题。好。啊，看你摕得到，摕袂到是恁兜代志。袂用啊，一定要摕到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停了卡。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跋落来进前看又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坏保障，恁就摕袂走啊！听讲因这边哦，最近要参加比赛。有一个
小朋友就厉害。阿勇，你最近要参加什么比赛？闽南语朗读比赛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过去有参与过，啊有得顶无？得顶。拢第几名？第1名。第一名啊！真好，袂歹袂歹。听讲有分什么区赛，对无？区赛嘛第一名。啊，搁规区区赛、市赛嘛第一名。啊，你这个是要比什么？国赛。国赛啊，全国的。赛，真厉害！先了解较遮落哦。加油哦，现在个。你的比好。几个你？来，你讲。两个字，是一种水果。动物，动物。什么俗的？介意食鱼啊，就该食鱼啊，会喵喵叫，喵喵叫，猫啊讲，着迄个你啊，会用啊，第三个喵。几个过来，你过？来。两个海体这种原本水母，啊对。几个你？你爱加讲一寡。三个字，是啥物？路顶边白色的，搁红色的迄，斑马线，对，啊对。来几。个你？两个字，你得跟形容看卖一种所在，两个字，头毛下骹，啊，讲头啊。你想哪啦？两个字，手手，十手个，上细汉的一支，上细汉的迄支，无少，你讲无少，唔对，是。不是， pass，几个你？三个，三个字，一起天后七米，插水味，哎呦。有啊，几个你？两个，两个字，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，台湾，台湾的，台湾，南投南投，哎呦。咱岛阿伯有啊，袂讲啥你就知影。两个字，一种水果，西茄，葡萄，水啊，哎，可能水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就一直甲水果轨迹念出来就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厉害哦！我今年叫你钓7题。哦，酸啊，无唔对，第一6来之前又讲出来。来，咱做伙出来互一下。来，安怎念？鸭头。安怎来形容咧？拜拜，爸爸顶悬，爸爸顶悬迄个所在。有当时啊，是发烧，发烧，发烧你会拢会望倒位？哦，哎，对无？发烧会望倒位对。后一个安怎念？尾仔。尾仔就这支嘛，上细汉那支。恁头先嘛是安尼讲嘛？只是伊知影可能读袂出来伊。只是读无好。啊，会用咧，你感觉尾仔佫通安怎讲？乌皮康的，对，乌皮开机，定你学吼，啊是你拢用得一支咧学？我拢用大鼓帽咧学。这小巧无啦，哇，你这大坑啊！可能无好学吧？啊，该咱用在倒位啊？刚要通知小人的时阵挂这手机的所在。好，头先果子，知影会使安怎讲？台南，黄色的，台南冰冻。我上爱食的，你上爱食的，因会知影。像知影你上爱食的。你会使讲爱文啊，哦，爱文是种品种叫爱文。嘿啊，金红啊，金红敢若是一个名。好，咱来看卖啊。路地通摕一块大片，一块尔，请摕一块。大片，对哦，退姐。你的来，甲大家你。打起你哦，拢会用的。一块尔，后一关继续加油啦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金来卡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这问题啊有嘞，啊你若去分配来到遮，换你惊这声母的，爬这一格一格。黑白分，啊黑白安尼哦，嘿，啊你家己一个跳出来，拄啊好，啊拄啊好就对啊。啊你体格遮好是平常时拢做啥运动？我是拍乒乓，拍乒乓的。嘿，啊有的时阵嘛会拍篮球，拍乒乓还是讲拍篮球有去比赛？
顶礼拜五才比，哎呦，比了成绩啥款？第5名。第5名，看我是。拜来听清楚，第5名是下下比赛还是倒位比赛？全国的。全国的啦，无简单呢。啊，比赛较紧张，还是来遮较紧张？比赛。比赛较紧张，啊，你伫遮就免紧张啊，无啥物好紧张啊嘛。啊，尽量讲哦，好不？讲唔对，无要紧，咱做伙来讨论，好不？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哟，林瑞卡。好起啦！来哦，较过，互伊一届3分。来，我这来，无分，几步？2步。来，进2，这是日有啥物数？日头。日头，哎呦，对哦。请注意。请求啊！ 4，一定要到32才有哦。3加2加才有哦，3加2加才有。啊，一个伊只是一个普通的球来，一个 TS 是知有啥物数？滋味。啊！厉害！好的猪。来，好起啦！较过！啊，来！2分。 2步，进2。高无关系。对咯，是了有啥物数？厉害。哎呦，真厉害厉害呢！好起啦！较大来，较大，莫。较正经片的啦。就正经片啦，你看。水啦，对咯，是了有啥物数？任务。无买梦掉，厉害。来，好起啦！还要真好讲哦，富瑞吼。甲卡掉，一步，G 是个有啥物数？解药。对。哎，厉害呢！这厉害嘞。强呢！富瑞无怪伊讲伊袂紧张啦。红小姐。TS 是特有啥物数？讨海人。啊，讨海人。会用的对。讨海人，好起啦！加！一定用分的嘞。2步，进2 K 是个有啥物数？金龟。龟。哎呦，忘掉啦。那就厉害。哎呀，真好讲嘞。开始，阮今仔就强嘞！哎呦，过到2分啊！哎呀，1步。S 是4有啥物数？伊拢袂甲恁斗相共，你看，恁朋友佫真好诶。4啥？袂使，数量袂使哦。数量袂使。数量对啦，数量。那是钢铁的嘞。 10加，我你背数啊。好，时间既然还有10秒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。G 是个有啥物数咧？银行。银票。有咧这是开哦。古早人咧讲的咧。银票咧。票。飞机有无？真高。牛。还是5块。 5对5，迄个 G， 迄个英国的音来出来，好，真好。S 是4，数量。数量一样够啥啊。细气。对，细翘翘。细翘翘，老气，细汉，细身躯，细身躯，落细，好，安尼真济啊啦。哇，10个拢惊到啊，通啊摕2块大片。袂歹。来，请摕。啊，小朋友咱来看后壁哦。摕2片哦。 2片哦，一摆摕2片，拢会用的。啊，搁摕一块。来到这。加。我打给你。好，拢会用的，要看，拢会用的。大个记就对啦。大个拢会用的。大花搁一块。免惊。摕到宝藏，摕袂到拢是命啦。好，恭喜你，即摆有3题，上尾关了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看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。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
要摕宝藏，绝对不是憨人想的遐尔简单。这个动物哦，爱好我甲阮照顾一下哦。是。这是要真费体力的哦，体力要真好，所以派恁两位就对了。伊有伫拍乒乓，你莫拍着阮兜的动物咯，莫拍破伊呢。拍破去。无问题啦吼。无。哦，你有伫做运动无？有。拢做啥运动较济？踢骹球。踢骹球哦。安尼你要骹用骹会咯？试看卖啊。袂使甲阮动物踢破啊。哦，所以安尼其他的，恁敢有伫运动？有。拢做啥运动较济？有上介意的？拍篮球。篮球。篮球队的啦，啊袂记你咧。羽毛球。羽毛球。哦，羽毛球啊！这几档真流行啊！对。因为咱台湾的表现真好，比赛拢得顶。是。嘿啦，运动真好啦，即摆就是爱看恁运动，随煞搁做句，做句应该无问题啊，尤其是因派这两位拢读比赛。对啊。好啊，准备好啊未？好啊。来，请一位。要选的是洪小琴，来哦，准备接招现代卡。好，请也较悬的哦，较轻的哦。请较轻的，请较轻的。刷包。较轻的，较轻的。海刷波，甲赶去。伊脾气无介好哦，伊会崩气哦。你莫去压着哦。较轻的哦，唔好甲拍着哦。拍乒乓的朋友，记得哦，差一步尔。来啊来啊！轻轻的一个，轻轻啊，轻轻啊。较轻的。一个代表，一个。好。来，两个小朋友来讲。拍乒乓的朋友，记得哦，差一步尔。来啊来啊！轻轻的一个，轻轻啊，轻轻啊。较轻的。一个代表，一个。来，两个小朋友来讲。请讲。你要拍篮球，也是要休困。好，来过关，来，好几只。水鹅先哦。水鹅，要食鱼啊，你得爱。有可能这简单啊，翠娥伊上无该等去厝。你该离家出走是咯？嘿啊。袂使甲我拍着。袂使甲我拍着，阮的头呢？嘿，豆豆啊，会当拍头壳。水鹅想要食鱼啊。拍头壳，互伊豆豆入去。时间要到啊。记得阮翠娥真正哦，非常了不起的精神，拢无爱做拜拍着，哎呦，你去。来家，金宝。哎呦。即摆你落雨，我只好伫厝里。哎呀，对。好几只。阿快啦。伊的本名叫做水鸡换。因兜里的。因兜伫咧水，哎呦。哎，莫拍着阮兜。袂当甲阮拍着，受伤会疼呢。啊，明明就有门口通啊别去，你就硬要对后尾。后壁门啊。相逢后壁高。别入去，记得哦。我跳一下。好，你小朋友来家。我咧行铁马的时阵拄着爷。哎呦，真好。最后一只。阮上介困难阿肥啊。对啊。阿肥啊，嘛要登去啊。我是。一个会当啦。轻啊，这是轻啊，时间要到。你。尴尬，爽。好，下面。来，做伙出来复习。要安怎，也是安怎。你要先洗身躯，也是先食饭。哎呀，水。真好呢。袂歹。你要啉水，也是啉饮料。哦。水跟饮料请问你要酸啉水还是饮料？水。哎呀，健康的啊，健康的。你要食饭，也是要食面？哦，啊，你是爱食饭还是食面？我较喜欢食面。食面啊，哦。好哦。你要冤家，还是要相拍？冤家甲相拍不是同款。当然嘛是，唔对咧，这同款啊。伊这通常拢是接一个选择啊。哦，你是要 A 还是 B？ 安怎只好安怎？因为我的阿母无用载我去上课，所以我只好行路。哦，无用载我去上课。哦。哎，所以只好行路。我英文较无好，
只好去补习。安尼用的啊，加练习。 3题啦，会当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2题，甲打起。选到好势哦。两底，拢会用。文班甲妈祖鱼啊！哦，来行的哦。来，来，看要放个打，打一打。伊的关度是免洗啦。来，小朋友来讲。来。真两三四五块大片。 无得啊啦。摕宝藏的机会嘛是袂少啦，啊不过敢摕到咧，赢了卡。哈哈，摕宝藏咯，叶勇代表是无？是。啊是安那派你出来？你运气上好。对。安因尼。为伊看起来足好上的，你看伊的耳啊。哦。现在就高级的。真有吧吼？对，足有吧。你有要换位无？有要换无？免啦。你敢有要换位？免。免哦。就照安尼哦。好。好，手甲放起你。手放也较大力的哦。到底新增来的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咧？加油！请背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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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条哎！竟然安尼互你钓伊！哇！厉害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倒片啊多。这刀片啊做呢？这几枪片啊？一枪片。哇！那都算这贵高文啊的，高文啊的大片，对啊，豆片。敢有人介意豆片？敢有人伫厝的捌斗？有影？有的时阵会到。有的时阵斗。我嘛是有的时阵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袂记你先讲。真欢喜。欢喜哦。欢喜。真好，啊有咧。真爽。真爽哦。送一甲拍球、赢球迄种快感唔同款哦。好，啊海是你咧。真好耍。真好耍。会用啊你今仔日感觉？感觉足好耍的。真好耍的哦。啊，祝福你后礼拜比赛顺利哦，全国冠军甲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。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。